哎，吃屎哥怕到了、哦！哎，食屎诶！你惊到哦，食屎诶！今透早，吃屎哥啊！来，吃屎哥在还在啊！好啦，音乐关掉了。来，吃屎哥在还在？吃屎哥在还在？啊，你不是说我人数很少，现在人数用跳的嘞，怎么办？哎呀、现在突然不知道为什么重开之后，整个气氛都上来了嘞。哎呀、560，不要啊！哎呀，不需要跟他酸视讯了。来啊，各位朋友，先公开分享一下，赶快1000人先给我。有多少社团丢多少，好不好？最后1分钟20秒，公开分享，刷一整排赞跟爱心上来。来06天第二，来高进第二。来吃屎哥在还在？来吃屎哥，人数有没有你的一半啊？跟吃屎哥酸视讯压他哦，不要啦，哎呀，吃屎哥，人数有没有很多啦？我吃屎哥是笑你没人数，真的哦。来，各位朋友，啊，时间到了啦哦。来，各位朋友，听好了哦，注意听哦，用嘴巴听哦。来，听好了，最后3分钟人数没有1000人，我直接关播。要不要分享看你们自己。吃屎哥啊，你什么咖啦？最后3分钟，人数没有1000，我直接关直播。要不要分享看你们自己？690。吃屎哥，你不要打字啊！哎呀，你都被嘴炮而已，你不要打字。哎，周敏厉害，来700啊！740啊！3分钟时间而已哦，没有1000人我就关直播了哦。来741啊！来750啊！哎，06天在还在？我换赖了啦。770啊，太少人了啦，各位朋友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来啊，时间最后1分钟40秒。时间最后1分钟40秒，如果人数没有1000，我直接直播关掉。最后1分钟40秒，我人数如果没有1000，我就直接关播。来听我的，刷一整排赞跟爱心上来。来720，不820啊！吃屎哥，人来830啊！正常发挥啊，好不好？来850啊！06天私讯粉砖啊，我换赖了啦。哎呀，来860。
哎，各位朋友，太安静了啦！哎呀，来870啊，先公开分享啦，好不好？这一堂不卖东西啊，聊天啊，哎呀，来870啊，来880啊！哎，各位朋友，分享一下嘛！峰哥压起来就一定1000人了，压几百啊压！来880，各位朋友，最后39秒，最后39秒，如果没有1000人，林北直播关掉。最后39秒，人数没有突破1000，我直播现场关掉。来940，最后30秒，最后30秒，来950。你们到底有没有1000人啊，各位？来970，来990，来1000，拍谁啦？计时器逼完了有1000人啦，怎么样？酸敏还有意见吗？我计时器逼到完，人数1007个人，还有什么意见啊，各位？我计时器逼到完有1000人啊，来，酸敏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计时器时间到了，逼到完1000多人啊，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哎，吃屎哥不敢讲话了哦，吃屎哥，30秒，900多人，好不好？30秒，最后1007人啊！吃屎哥，讲话啊！啊，你不是说我人数很少？林北没有加时间啦，好不好？我时间最后39秒给大家看了，我就放在旁边了，我也没有加时间啦。吃屎哥不敢讲话了哦，靠腰太啊你！来，各位朋友，是铁粉的刷加六。来照啊，好啊，会使照啊，好啊。哎啦，不喜欢我可以走了啦，反正我时间到有1000多人了，啊，我不用关播了。哎啦，来是铁粉的刷加六啦。什么朱成义啦？你是看到恁阿公的哦？规工在朱成义，啊，整天都在朱成义，朱成义，你是看到恁阿公的哦？啊，不然就整天那个谁，对不对？规工的哦。
买打火机有送金子吗？买打火机送棺材。阿宝加油，谢谢啊！哎呀，来是铁粉的刷666。有道理，你输了，他就不敢讲话了没？留就要，留就要啊！你卖是这输了好不？啊，上来双视讯，跟你交一个朋友的啊，好不？哎呀，你不要一直按拒绝啦，哎呀，跟你交朋友一个，敢无好，对不对？买一盒帮我烧给你阿公阿嬷，啊，双视讯双视讯用讲的比较快啊，不然你打字我不知道烧给谁的阿公阿嬷了，对呀、哦，安尼足无好耍的，哎呀，足无聊的咧，哎呀。来啊，各位，你们有没有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啊？啊，各位朋友，哎，陈冠佑你好，哎，什么代志 ？OK 啊，来，冠佑哥你好，来，陈冠佑大哥你好，哎，什么事？粉丝团要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啊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谢谢你们了。好啦，聊天啦，可不可以？哎呀，哎，陈冠佑大大怎么了？越聊越痛啊！哎哎，陈冠佑你好，怎么了？啊！怎么我叫你了？买打火机啊！哎，买打火机。你较大声的好袂？我同你买打火，朱亚峰，我同你啊？买打火机的。什么笑啦？袂晓较大声的啦！你写考，你是你写靠背考，哦？干你娘嘞！干哪笑啦？目镜，你听我干呐！朱你是亚着峰，有眼了，啊无你才会戴口罩啊？你着有眼了啦？你是去用教干哦！你是去用啊？教干你了！朱亚峰，什么？朱亚峰还在。什么？恁老爸朱振较大龙去生声听无？气啦！我遮红红恁老爸球嘿，你讲啥？朱振龙真生气啦！什么笑恁啦？老爸朱较大声啦？振龙真生气啦！恁老什么啦？爸朱振龙啊！恁老爸啥笑啦？朱振龙，讲较大声，你敢干你知？你是 A 教了啦？我干你娘！你干阮娘！恁爸咧惊你啦！你恁老爸无较大声的了？你靠人了？恁爸干你就恁爸失呀？无够大声呢啦！恁娘人接去用毒气呢啦！你是恁臭靠人鸡巴了？啊！还你食大是你是胃呢啦！耳康耳康包你是袂啊？啥物地鸡汤啊啦？什么啦？听无啦？你是哭无啦，你要甲人选视讯，你才会唔敢露脸哦。我跟你选视讯啊！口罩我跟你选视讯啊！啊，选视啦！讯你唔得恁口罩爱爸亲摕掉对袂？你甲你买打我火机，讲你甲你买缘投股票，对袂？你安尼什么意思啦？
对了，我口罩要拿掉了，对意了思啦？来，各位铁粉，啊！刷一整排口罩拿掉，对了，口罩爱开落来啊！你懒觉剁掉，你懒觉剁掉我口罩。无啦，光视讯口罩就爱开落来，对不？你懒觉剁掉我都。你口罩就爱开落来。无啦，无啦，口罩开落来啦。你懒觉剁掉啦。无啦，你口罩就爱开落来。你安尼都无引导我咧，对啊。剁掉啦，你敢无啦？你懒觉剁掉啦。你口疼过来，我跟你方视讯啦，你敢无？是啊。你口疼掉了，我跟你方视讯，你敢无？我问你一句话，你有证据的？口罩都赔掉啊！你口疼掉。你别讲啥，你讲啥？干你娘鸡巴呀！你有食过天气未啊？啊！你有食过懒觉？掉啦！干你娘鸡巴呀！来，口疼掉。你有没有吃过拖刀啦？你有食过懒觉无？会勇敢的，口罩开落来啊！懒觉都口疼落来啦！干你娘鸡巴呀！你是吃咱还是死咱了哟？恁爸甲你讲东，你讲西，我干破你娘鸡巴呀！你是教干鸡巴对的啦！你娘鸡巴呀！你是用教干你较用教干啦！你娘鸡巴甲你讲话口罩。袂晓开落来，哈哈哈！讲话你口要疼落来，你娘等一下你出来跳咖啡牛了，干无啦？新竹市竹东镇长春路3段啊！我干你娘鸡巴跟喜安儿讲话，你娘鸡巴我快被吐血了。他说邀请我双直播，你娘鸡巴跟人家双视讯，口罩也不拿下来，你是武汉是不是？操鸡巴嘞！你是得武汉要戴口罩，还是教干？我觉得他得武汉啦，妈的跟人家双视讯还戴口罩了，没？你是西安人啊，西安话啦。有本事乱，有本事露脸，不要戴口罩嘛，戴三小口罩啦。来，陈冠六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啊，你要露脸啦，啊，口罩要拿掉啊，你口罩不拿掉。你是得武汉还是得心病？是不是啦？陈冠六，你要乱，你口罩要拿掉，不要戴口罩。你是得武汉是不是啦？干你娘鸡巴呀！你是得武汉是不是？你一直叫我口罩拿掉，你别搞强奸咯！口罩爱摕掉啦！恁爸个戴口罩是戴啥小口罩啦？干你娘鸡巴呀！你是得武汉了啦！我惊我生伤引导啊，反正袂使啊。你娘鸡巴呀！你用干啊！你无认真点。他不敢露脸啦，哎呀、怎么会这样哦？找人家双视讯问他什么事情，一开起啊就先呛我，
怎么又关？我关掉的啦，他就不露脸，跟他说视讯有屁用没有？他就不露脸，跟他说视讯有屁用吗？不是啊，他要买东西要说烧给我阿公阿嬷，我想说他是支持者啊，他说峰哥跟你双视讯一下，我要他双视讯，第一件事情，他先呛我的，不是我先呛他的哦，哦，来各位。听我的打听啊，来各位支持我的打支持，好不好？刚才那个也很好笑，说邀请我双视讯，我邀请他，他第一句就骂我，他先恭喜我的哦。来各位，压沙小，压沙小，来各位想买打想买啊！来听好了，限量5000颗，限量5000颗，1分钟时间给你们加。一盒50颗，999含运费，送发财金1包，发财金最少100，最多1000，好不好？
发财金最多1000块，最少100块，一盒999块含运费，要的私讯，1分钟时间。打火机一盒50颗，999含运费，再送你1包发财金。50颗999，10颗200，运费80。来，限量5000颗，要的朋友一盒999块含运费，再送你1包发财金。一盒就是999块，50颗，数量有限，5000颗售完为止。好，5000颗卖完为止。5000颗卖完为止。来要的朋友，一盒50颗，999块，再送你发财金1包。发财金最多里面1000块，最少100块，好不好？最少100，最多1000。打火机一盒就是50颗，999块含运。如果你一次要买10颗，也是可以。10颗200块，运费80，没有发财金。你要买一次50颗才有哦。你们要送发财金，要一次买50颗一盒才有发财金。啊，如果你一次买10颗，就没有发财金，好不好，各位朋友？没有卖1颗防风的吗？对。大小自己做一条，好不好？一次就是一盒50颗，999，我来含运费，再送你1包发财金。啊，如果不相信，你买一盒，我会送你1包发财金，你就不要买。反正我今天
昨天有客人买1盒啦，新客人啦，发财金我也送出去了啦。等对方收到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送了嘛，不用骗人啦。哦，防风的啦，这不用骗人啦。1盒几颗？1盒50颗。啊，1盒50颗，要的自己私讯。